好，然后也有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机会哈。那么今天呢，或许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从职场开拓傲慢。那么各位姐姐应该知道说你想从事的是什么，对不对？那其实呢，或者就是说，不管在哪个职场呢，其实呢都是可以开拓傲慢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职场里面是不是都有人？对，最基本就是有人，对不对？啊，那或许呢，其实呢，从事这个行业呢，已经有迈入第17年。好，那么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运动。好，各位同学，我们呢今天呢要开荒办道，还是说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呢，我们要这个稻苗呢上播，对不对？然后要耕耘，各位同学要靠什么？要靠自己，对不对？各位同学，以前呢，或许呢，其实呢做过蛮多的工作在自我开放之前，做过蛮多工作。那以前或许的爸爸说什么？因为考什么一些考编考可以来到，那或许呢，到最后呢，台湾回来，或者说他会说，因为这么小就往考了，就没有说选择考编，就在这个学校但是呢，或许呢，无论到哪个职场呢，都最喜欢雇人，最喜欢雇人，经过人之后，就公司里面呢没有什么好发展的，就换工作了。有时候呢，有时候年终奖金呢就差1个月而已或许爸爸说，应该完了，那你内中一定要我们到问完，对不对？因为呢，我要再去另外一个公司做做事。好，谢谢。好，那或许呢，郭姐姐，有没有听过老师最喜欢的标薪水叫什么呢？小小牙一样可爱的样。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叫笑笑牙，可爱哈。那他对右上角那只羊，它非常的聪明，对不对？那为什么放这个图呢？像我们在职场里面，还是说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么多羊群当中的什么？对，贵人好，那么各位请写呢这个图，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在职场当中要成为很多的贵人？为什么呢？各位请写。或许呢这边有带一些那个小卡片那有时候呢或许会跟大家互动如果说你们呢可以呢就是说发表的话，那或许会把这个卡片送给你。这上面呢画呢都是老师慈悲的。那当然呢，这个每一套里面有这张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是不一样的图片。好，那有没有各位请写呢？在座的请写，没有人可以跟不选呢？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有没有？有没有？大家都好爱心。好，为什么呢？或许拿手很多钱。好，因为人生是什么？有没有在这个情形会有班长？可以一直选一个班长通常在最左边的是不是就是班长？那既然这位护照没有到的，那你现在就是副班长好，那我们一起班长一下请问一下班长，你觉得人生是什么？用最简短的几个字来描述。人生是什么？对。对，你觉得人生用最简短的几个字来描述你对人生的感觉？最简单要奋斗。好，我们给这位浅浅掌声一下。好 ，OK， 好，人生要奋斗，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呢？要奋斗是要贵人，对吗？好，那么或许觉得说人生真的蛮无常的，对不对？尤其或许最近的身边，会发现说，为什么身边很多老师他的亲人很多都得了癌症而且发现说都是末期的，那觉得蛮无常的。那么或许呢，就是说人生真的很苦短，真的很苦短，对不对？或许到我们就是真的多行对吗？那给他说，首先不管看你是年轻，你是愿意这么做，或许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你就说人生从那个最纯真的小孩，对不对？到阿婆是比较不瞬间，为什么？那或许我们来测试一下都有点对这个辈分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像或许了解大或许他20岁，他的小孩呢，小或许7岁，对不对？对不对？那其实他的小孩小或许什么？阿姨，对不对？那小或许7岁那或许其实年纪蛮大的所以呢，
什么？对，这个就是有点很感伤啊。对，他就说其实人生真的很快，为什么？人生像不像陀螺？真的非常像这边转一转，那边绕绕，但停下来什么都怎么样？在步走所以呢，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无常，速度很快，而且照到镜子，哇，不对，用白打，对不对？把它打了算了。好，各位姐姐们看过这张图，有看过吗？各位姐姐，这张图非常的震撼，对不对？这张图呢就是一个老先生，他离开了人间。那他离开人间的时候，他的家人呢都在哭泣，对不对？可是这个老先生呢，他的灵魂被什么拖出来？被黑白无常，黑白无常。各位姐姐，这张图是伊斯兰教的圣经里面的图。所以会觉得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中国在讲黑白无常。其实你看伊斯兰教呢，他在讲黑白无常，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人生真的是很苦短的。那这个老先生为他家人奋斗一辈子，对不对？可是最后呢，他被黑白无常拖走的时候呢，其实只有什么陪着他走，只有功过，对不对？所以或许就是说，还是要把握光阴，然后修道办道。好，那么各位先生来，我们说，对呀，当一个人死掉，对不对？是一定要告别世事。那所以说，当这个泪水滴在墓碑的时候呢，经常是什么？来，我们前道大声的讲。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合掌。好，大家一起说。是不是很无奈？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人今天要走，对不对？他通常都会唱什么？天上有流行相送，对吧？可是呢，你不可以说这个人他还没有那个留下任何遗言，比如说给下方领导朋友，先把那个遗言讲一下的，对不对？没有办法。所以说人生真的很无常。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把握光阴每个人，然后在职场要去开拓这个道路，这个非常的重要。各位先生，人生有没有回程票？没有。你想要回程没有办法。那老师除非说，其实每个数字，对不对？背后都是一个什么？生命关系着多少人的选组那或许呢，就是说早先呢，听到我们很多前辈在讲说，对不对？3过4好，这个压力好大，对不对？他说这是有跟拼数字，其实或许觉得如果说我们到场面对一个目标的话，其实各位先生，我觉得我们是一边过一边，真的是一边过一边这下可能它很降低，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像那个莫广亮、莫谈主是不是？你看他在里面超级，他后来是不是哇？你看功德心多大，对不对？让他几千年的祖先都沾光很不容易。那老师又除非说，每个生命的背后又关系着什么？多少有缘的人开佛子。好，各位浅显，为什么我们要渡人？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职场去开拓这个道脉？为什么我们要度化我们的亲戚朋友？为什么？各位浅显，可以告诉同学吗？我的副班长。请问一下，你看到这个图，你看到中间那个什么东西吗？中间，对，这个中间一个网盖住它的东西。那个是像什么？闪闪发亮的，那叫什么？灯泡，对，好，谢谢。你猜马吗？它长得像马不像马？它像灯泡，对不对？各位浅显，这个呢就是比如像我们这个自信果，对不对？当我们呢，当这个女老师带我们到佛堂的时候，对不对？点师呢，老师借着点师的手帮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生死窍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网就拿掉了。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呢，他没有求到的话，他就被什么欲望，对不对？被无明、被执着，给蒙蔽住了。所以呢，我们的前提是他人的现在，那我们要给人希望，所以我们要引渡他们。好，所以呢，我们不仅自己心灯要怎么样，让别人呢也点亮他的心灯，所以重不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好，那么在职场渡人的基本信念呢，各位浅显，我们请前道呢念一句，好不好？好，我们开始。天下没有渡不来的仇人，如果有，只因为他还没有被引导，还好不过。好，我们请分道。天下没有成就不来的人，如果有，只因为我还没有尽全力，他有希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职场中呢，以前呢，后学还没有教书之前，就是还没有出国开放之前呢，有一次呢，后学在那个公司里面，在这个新的公司里面又待了，不容易待了3个月。那待了3个月呢，就很自觉，就说奇怪，我看到每个人都是长得这样子，可是呢，我怎么都顾不到半个人。这个时候呢，有一次呢，就后学的浅显就跟后学勉励，那后学就
就把这个心声呢跟他倾诉了。没有想到晚上老师就来指令了，老师分钟后有工作，亲爱的国王，你的口都没有开，对不对？那要你在道德智慧呢，所以会有人说，哎，对呀，其实呢我们要开口，对不对？那老师呢，要借助我们呢来语出有言的话，对不对？才有希望啊。好，那么呢，智慧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职场当中，就说，哎，怎么看起来这个人不 OK， 那个人看起来不 OK， 好像这个人是基督教，那个人是天主教，对不对？这个人是佛教，又很虔诚，感觉这个人是无神论的，应该都做不到。可是或许本身呢，如果天主教、基督教也有无神论的，所以就说，其实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是看你怎么去用心。好，那么各位请写来，如何在职场中呢建立好形象呢？第一个是什么？对，在职场当中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或许呢，曾经就是说在职场当中呢，最常看到有很多人呢，就是会很容易抱怨，对不对？下雨天他也抱怨，天气太热他也抱怨，对不对？他就要感觉他薪水呢不够高，一个月4、5万块钱也不够高，对不对？那就是他什么都可以抱怨，那么你就说这样的人不快乐，不快乐。但是呢，一般的人呢，对这样的人他们不太有什么要求，但是对修道人呢，多一些钱，是不是多拿180？对呀，像如果说一般的人对没有结婚的人呢，他们说什么？这个是现在对不对？很多人没有结婚，没有什么。可是对初心的没有结婚，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跟他有会款，对不对？对。然后呢，如果说一般的人呢，他就是说对吃素啊，对不对？他也会比较有点意见，对不对？可是呢，你就跟他说，只是观世音菩萨也吃素，他说哎呀，你也在看观世音菩萨对不对？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一般社会上的人呢，对我们修行人啊，你的身上呢做这个修行人的标签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在职场上呢，尽量不要去做抱怨的事情，多存感恩的心。好，再来呢是要开朗、乐观、幽默，这个很重要。好，接下来呢是正面、阳光、积极，还有呢努力发挥所长。这个呢或者为什么要这么快？因为我们后面另外有这个PowerPoint，真心诚恳对待，还有做桥梁、做当前。